呢，也是我第一张的主打歌。其实我已经出了2张专辑了，对，就是好像很多，其实没有，人家已经出了50、60张了，才2张，根本不用功。其实也没有，因为第2张发行的时候就是刚好太太生小孩，然后要照顾小孩，我是全职的爸爸，就是除了上班以外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还要写作。很多事情都要做，连煮菜、烧饭、洗衣服，全部拖地都是我。然后我太太一直躺在那里越来越胖的，她就讲说：“你帮我养胖嘛，你要给我负责。”天哪，我怎么爱太太都可以爱？我有录音，我回去给阿嫂听。是哈，好，你给她听，我们离婚。啊，这首歌叫做数数歌。那时候是那部落哈，因为隔代教养嘛，那小孩子都给阿公阿妈带。那阿公呢，他没有什么消遣，就跟隔壁的好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每天就在门口这样喝酒，喝。那小朋友觉得很奇怪，他们在讲什么，听不懂。那就请阿公说：“阿公，你教我数1、2、3、4、5、6、7、8、9、10，好不好？”我说：“好。”阿公教你哈，开始。在上都是把你嘛旁边那个就是，好了啦，喝啦。然后阿公6呢，好，然后1、2、3、4、5，要念到6的时候，旁边的朋友讲喝啦。这小朋友奇怪，为什么都念不到10？阿公已经喝醉了，还要分期付款，下次再教你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写得很简单的一个和弦，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这样。阿美族叫做萨嘎里曼，因为为什么萨嘎里曼？因为最后第5次了，因为6到10数不出来了。对，来演唱这首歌曲。今年那个金曲奖，我这首歌还入围那个最佳编曲奖。对啊，而且是换成另外一个方法，叫阿卡贝拉。真的，对他们入围了6项，公开对，然后他们收录我这张歌曲这样，所以到底是要感到高兴还是感到忧愁呢？嫂嫂应该要教唱一下。是哈，那这个事情要交给你啊。Stella， 你没有看到你，我就不会唱歌了。是，那前面没注意到。很好的朋友，反正已经听腻了，对不对？天天在厕所听这样的，那个蟑螂都跑光光了。啊，数数歌这样。对哈，教学你教他看，这是客家人，你教他看，听这种。在沙杜鲁斯巴萨嘎里玛。读了里玛了，里玛，萨嘎里玛是最后的第5次这样。其实我们是南岛语系，其实我们1、2、3、4、5、6、7、8、9、10都一样。然后排湾族的我们也都一样，只是有几个地方是不同这样。那你会数数吗？一直近看，你们一直变这样变近，你们是郭明斗龙哥吗？我跟龙哥在台东演出，他一直叫服务台说阿妹，我就在那边唱很那个，阿妹，有啥发生？没有酒了。萨卡里玛，
Suano baca Usia kasih pengaraya Saat siaku Udara Indonesia asyik Cecah itu satu lo sebat sakit lima Minta ku taruh aku Cecah itu satu lo sebat sakit lima Minta ku taruh aku Not to tell his Lima ku taruh untuk aku Cecah itu satu lu sepat sangka lima ku taruh untuk aku